開學後，囡囡除咗要全力應付學業，仲要兼顧埋課後活動。做媽媽嘅梗係關注全家人嘅健康。最近成家都一齊服用維多斯，囡囡就中意食維多斯嘅3重功效兒童軟糖，每粒含24毫克嘅維他命 C， 無添加人造調味劑，有助改善兒童胃口同埋維持細胞免疫功能，仲可以支持兒童嘅免疫健康同埋成長發育。我同神隊友都一齊飲用維多斯3重功效橙味水溶片，增強免疫力。一片含有維他命 C、D 同埋鋅，高效支持3重免疫防護，包括皮膚表層、免疫細胞同埋抗體，有助於維持整體健康同埋增強免疫系統。3種關鍵成分一齊針對增強免疫力，幫助我哋應付日常嘅挑戰。仲有又點少得公公婆婆嗰份㗎？老人家可以飲用維多斯 D 鈣橙味水溶片。維他命 C 有助鞏固人體免疫系統同埋加強傷風後痊愈，而維他命 D 有助鈣質吸收，強健骨骼同埋牙齒，支持免疫系統正常運作。水溶片仲好方便老人家飲用添。維多斯幫我哋打穩健康根基，鞏固免疫力，依家全家都記性好，眼力好，身體都強健咗。你哋都快啲試下啦！